水水，行出门会当甲人来比拼，踮在人海中，你可比上光的一粒星。为你打拼打拼，有时无想生命，为着要予你好命，你敢知影？阮的心肝，为你精心付出有偌大。别说了，用行了啦，用行了啦，用行了啦。这拢是阮种的菜啦。哦，这什么菜？这大头菜啦。大头菜。去酸啦啦。酸啊。哦。哇，像这草吼，我也改办起来啦。哦，对，爱水放起。这菜是拢你甲恁爸爸种的哦。是啊。哇，无简单。恁台湾敢像阮这菜啊？有哦，好，阮台湾遐菜哦，比恁这大片。真是的啊。真是的啊。别说了，若有机会哦，我再带你来阮台湾遐哦，看遐菜遐大片的菜。好啊。跳一个跳着就是，我带你来看吧。哦，行，快紧嘞。较细机的啦。行啦，较细机啦。我来把倒的啦。哦。过来。这个叫水吧。这条溪啊，较水水了对。水哈。嘿啊。好啦，我牵出去给你看吧。你看。哇，一个呀，我一定比你还高，你看。太啦！我你过来。哦，那你这但是我教你哦，你用这款哦，哎，姿势啊，这个姿势啊，看到我势哦，出得来，轻你啊，哦，你看，哦，好些哈，出这个，这个我你看，我听啦，我你看，看较大个哦，较大，头啊，我是先出来了，好，轻你，哎，哦，一个赢啦。行，过来，你分看卖好吧？这我干没要？会啦，这简单的啊。这简单了。你分看卖？我吃饭嘛。啊，这个。啊，没来。我听你即摆做声哦，你想了，我囡仔细汉的时候哦，我母啊，你甲我饲养哦，你用这款声。好啦。你若介意吼，这支来送你啊！这支要送我？啊，你这支给我，你都无啊？无紧啊，你看，我再搁一支。你有一支哦？好，来，哎，我这倒进来分吧。好啊。哦，这音好听，这音好。春兰啊，咱来因遮这么久哦。啊，拢找无雅费，剩下安尼要安怎才好？我想了。妈，我看无咱这2天休困者，加2天才找，我惊你身体袂堪的啦。放心啦，啊，我身体唔好，啊，我即摆人讲安怎的？大家爱讲你拢无爱听，这种个性吼。好啦，你若要找就找啦，人管你管袂掉，甲你讲听无听。啊，是啦，你来。阿美伯啊，春兰姐，妈，你甲看，新人几工无看了，这变加足水的，佮足淑女的。哎呦，这查某囡仔穿这件衫哦，安尼唔就像个查某囡仔款，安尼
看水咧啦。那这束衫吼是春兰姐送我的呢，我今仔日吼特别请来互恁看，看有好看无？你看。水，妈，你遐看，伊穿啊确实真正有水呢，啊穿安尼吼，哦，查囡仔款的型拢走出来啊啦。确实水，确实水。阿皮婆啊，春兰姐啊，那我今日来是要甲你讲一个好消息呢。我甲阮爸参详过，讲要将我的名改做迎春啊。迎春啊！迎春啊！吼。春兰姐，你坐啦。你坐啦。无啦，你坐啦。迎春啊！啊，恁爸甲你改这个名，足好听呢。啊，你哪着过来问我要创啥啦？我甲阮爸讲吼，讲在新闻过阿皮婆啊，还佫有春兰姐啊，看改迎春啊这个名好听无？转来才甲伊讲。春兰啊，你家叫迎春啊，啊叫一个名较长一个，看较长的我听看卖。迎春啊！喂！快点！哎，姓南啊，你今仔穿啊，就像查某囡仔咧。无你是头壳歹去啊！我本来就是查某囡仔。毋过你较早穿的吼，拢足查某囡仔的气派啊。较早是较早的代志啦。我甲你讲啊，阿哥啊，你哦袂用叫我姓南，那我要叫你啥？叫我迎春啊。迎春啊？迎春啊的意思就是永远青春美丽。啥物啊？永远青春美丽。哎，你若听无吼，我表演互你看啦。好啊。啦啦啦啦啦。啦啦啦啦啦。听到确实就好看了点。哎，姓哪？确实无简单。哦，你迄穿查甫囡仔衫裤，就敢若查甫囡仔咧，有迄个气派伫个。啊，穿查囡仔衫裤，哦，有成熟女了点。确实乌干那底豆油，无得看。好啦，啊，我你讲哦，以后吼，不准你叫我姓南啊，我叫做迎春啊。迎春啊？对啊，阮爸应甲我改名改做迎春啊。迎春啊？迎春啊，这个名好听了点，好听了点。哎，你以后吼，不准我叫我姓南哦。你若搁叫我姓南吼，我就甲你变面。别啦，迎春啊，好听。好啦，啊伊是。哦，我甲你介绍，伊就是苏迎春啊啦，啊，住伫恁头前庄的西人乡遐无？迎春啊，白雪。你好，我叫苏迎春啊。你好，我叫做钱白雪。哦，有啦，我较早拢定听过因讲迄个名。你甲阿哥有熟悉是？我甲阿哥有熟悉啊，我甲伊是好朋友呢。哎，阿哥，你毋是讲约我要去看新轮行？哪有啦？有啦，你会记我遐摆哈？你明约我今仔来就是要带去看新船啊，你袂记得啊？有无？有啦。白雪，歹势吼，阿哥借我一个。行。你吼，以前我咧讲你啦，你实在有够无路用，你知无？迎春啊，当你是咧讲啥，我拢听拢无啦。到底是真是听无还是假听？哦，你是咧讲啥啦？阿哥，你想看嘛？一个为台湾来的查甫囡仔，也无一礼拜哦，白雪就我的迄边过。我问你啊，你到底有咧爱白雪无？我就会记你1年前你甲我讲过，讲你爱白雪，啊，你搁叫我讲毋好将你爱的代志，互伊知影，有无？迄是1年前的代志嘛。啥？1年前的代志？无啊，阿哥啊，你的意思毋讲你即摆无爱伊啊？话就毋是安尼讲的啊，大人苦人爱伊是解救白雪的温情人咧，所以安怎？咱救命温情人是咧外面啊？你照顾白雪10几年，敢讲你毋是伊的温情人是？毋过安怎你讲啊？你讲一个话，扭扭捏捏，敢有像一个查某款是？你讲话就讲啊清楚，你到底有介意无？我讲啊！
介意啊，当然是介意啊。啊，介意就好啊，你就直接甲讲，白雪，我介意你，我爱你啊。啊，袂用你啦。啥人会阁袂用的啦？啊，你介意你就直接甲伊讲就好啊。哼，你这个人做代志遮尔啊无流量，我看你是有讲要屁话。迎春啊，我照是甲你讲啊，人白雪伊吼已经已经安怎？已经叫苦来揽过啊。揽过？你讲白雪叫苦来揽过？后来安怎？哈？后来有安怎？迄揽过就足食力力嘞。你爱知影嘞，照咱即搭有爱的风俗，一个查某囝仔就出嫁来去互揽过，迄是爱介意的。我甲你讲。讲啊！所你情甲水水，行出门会当甲人来比拼，踮在人海中，你可比上光的迄粒星。是无想生命，为着要互你好命，你敢知影？阮的心肝，为你精心付出有偌大。起来！哎，过来啊！你今日免去啦，啊？我免去。阿伯伯啊，你都上了解我苦辣的个性啊！你叫我莫出来黑白行黑白死吼，我足艰苦的哦。阿伯伯，莫我听村人讲吼，你为着要找雅慧，找到吼，行足远啊，身体指甲袂调对无？对无？想讲我身体指甲袂调。我怎么人讲无？咱今仔敢是要来钓猎卡去？妈，可来讲爱有你啦，你也是留喺厝休困，咱留喺陪白雪，好甲可来跟因来斗阵来找就好啊。对，村人来讲了上有理。阿伯伯啊，你留踮遮吼陪白雪，安好无？对，阿姑啊，哦，你讲安尼哦，实在有理。爱陪啦。对，阿伯伯啊。我看安尼啦，你踮厝休困好啦。啊，若要找人的代志吼，啊，就互阮这少年人来找就好啊。对，你讲安尼对唔对？对啦，讲啦，咱少年人是比较体力。对。啊，体力去找是袂较紧找着？对。好，所以安尼出来啦，咱猜行。啥话啊？我讲我来去就我来去啦。好啦，你来个白雪，来，我弄。免过咱坐。阿伯伯啊，哇，迄个。可来，讲是讲呢，拢讲出感情来呢。可来，讲是讲呢，心通讲出感情来呢。我，可来个，因两个你都有听到吼，茫讲较出感情来呢。出感情。哦，阿姑啊，茶汤虾，哦，我当做哦是水池仔香，像水池仔遐大尔。哦，几片比昆丁公园较大。我有法度脚酸啊！困一个行袂去啊！啥货啊？你行无几步你就养酸。哦，阿姑啊，喙焦了。哦，啥货啊？喙焦咧。喙焦。安尼我准备茶啦哈。有茶哦。有咯。阿姑啊，做人真好。大量的咧。听无？啊啦。准备了，你啉咩咧？喙拄好啊！较大，喙较大。你不啊？你先啉啦。
妈，来啉一寡茶，大家休困啊。叫什么困？找人好，紧来咧顾啉什么茶？妈，妈，小大伙子，妈，阿姑啊，我阿未啉咧呢。啊，你也要啉哦？哎呀，你别急一下，较咸的，较咸的。啊，这两位你看有？爱学啦，爱学，叫做吼敬老尊严啦。你学一遍，你学一遍。敬老尊贤呐，对啦，无啊，你搁咧等遮凉呀？阿姑啊，好心的啦，出家一个啦，脚行袂叮当啊。安尼无你继续坐哈，继续坐，继续凉啊，凉一个，再见啦。再。哎，阿姑啊，阿无等你，阿姑啊，阿姑，等你啊。阿姑啊，卡算啊啦吼，啊咧找七八间，啊拢找无，即马咧细细念好，行啦行啦。哦，孙奶奶，咱过来一边找，一定找会到啦。吼。阿你过啊，孙奶奶。哎。无，阿妹慢慢等，搁讲，哎，讲。食啊！过来，你分看卖啊吧？这我敢会晓？会啦，最简单的啊。足简单了。你分看卖？我试看嘛。这个。啊，对嘞。我听了即摆这声哦，以前了，我囡仔细汉的时阵哦，我母啊咧甲我饲养哦，拢这款声。过来，你若介意吼，这个来送你啊。这个要送我？啊，你这个我你都无啊？无紧啊，我再做一支。你有一支哦？好，来，啊，你两张当面来分吧。好啊。哦，这音好听，这个好。来，我自己能干嘛？多谢你啊。我敢要去甲伊哭啦。有诶，我甲哭来这实在无偌久离异呢。不过，哭来遐尔古水，遐尔趣味，搁遐尔关心我。伊知影我身体无偌好，搁定定讲笑话互我听。假使讲苦人，人会来阮兜住，安尼毋知要偌好咧。哎呦！我头壳足疼。白雪，你是安那啦？白雪了，白雪你是安那啦？白雪，白雪了，白雪你是安那啦？白雪，白雪啦！伊这个囡仔，话要互我紧张死啦！啊，毋好刚才阿姑啊，拄仔有看到，紧来甲阮讲，啊若无看要安怎？阿姑啊，多谢你啊！你免甲我说多谢啦。对啦，白雪，你安怎分期，你甲阿爸讲好无？
下晡，我就带可乐去溪边遐佚佗啊。啊，我就甲可乐踮遐咧比赛落滴水屁啊，可乐真好耍的哦。啊，到尾我就搁教可乐分迄个竹池啊，可乐读甲足巧的哦，一学就会晓呢。伊实在足古锥，搁足趣味的。啊安尼，是安怎你也会分去啊？我嘛毋知影，啊到尾啊，我就带可乐去看咱的菜园啊。爸，你莫烦恼我啦，我嘛无甲你骗。其实我嘛毋知影我是安怎来分去。你毋知影你安怎分去的？我就感觉我头晕目暗，啊，就毋知影人啊。啊你就好，妈妈拢知影。啊，你乖，紧倒咧休困吼。对啦，你好好休困吼，明仔载咱来后先生看吼。我袂看医生，妈，你拄则在答应我，我袂看医生啦。好，莫去，咱莫去哈，紧，哎，倒。人生付出有偌大？我唔管啦，我明仔一定要带伊来照医馆啦。如果伊若真正对着绝情哦，我将遮财产啊来换伊的性命，甲换伊的幸福倒转来哦，我只靠会完，我也甘愿啦。迄时阵，咱厝里无闲，你讲吼，假使咱若有一个囡仔，毋知要偌好。你带我去福州佚佗的时阵，咱去庙里拜拜，咱两个翁仔某就安尼一直求，求伊讲吼，就互咱有一个囡仔。了后，你看到人庙边仔一个囡仔伫遐哭，你着讲啥物吼？迄无一定是神要赐予咱，你着叫我去甲抱转来。莫阁讲的啦，万一后壁婆仔若要找人哦，若是咱白雪，啊要安怎？你免烦恼，无论安怎，啥物人都无法度伫我的身躯边将咱白雪抢走。